集，約瑟夫和羅曼尼菜園盛宴。那天早晨，陽光灑滿花園，灑滿金色的光芒。微風拂過番茄葉，蜜蜂在西葫蘆花旁嗡嗡作響。廚房裡，爸爸正喝着咖啡，約瑟夫突然闖了進來。爸爸，他驚呼道，如果今天是我們來準備這頓飯呢？我們倆，羅曼尼出現在哥哥身後補充道，一頓真正的大餐，用的是菜園裡的蔬菜。爸爸驚訝地揚了揚眉毛，你確定？做飯可不是件正經事兒，對吧？我們準備好了，約瑟夫回答。而且你今天還是客人。爸爸笑了，他放下杯子，正式鞠了一躬，說道：那就交給你們了，菜園裡的廚師們，我會在露台上等着我的盛宴。約瑟夫和羅曼尼面面相覷，既興奮又忐忑。這是他們第一次掌管廚房，不過任務畢竟是任務。他們提着籃子，先去了菜園。好的，羅曼尼說，我們現在有什麼蔬菜？西紅柿熟了，約瑟夫回答。西葫蘆也熟了。我們還有洋蔥、大蒜，看看那邊的胡蘿蔔。他們從一床走到另一床，摘下鮮紅的西紅柿，切開一個漂亮的西葫蘆，小心翼翼地拔出幾根橙色的胡蘿蔔，挖出2個土豆。我們可以做焗烤菜，約瑟夫建議道。或者蔬菜集會，羅曼尼驚呼道。爸爸喜歡蔬菜集會。他們帶着收穫的蔬菜回來了，像米其林星級廚師一樣自豪。在廚房裡，他們把蔬菜擺在了台面上。羅曼從餐具舉抽屜裡拿出一本食譜，就是那本爸爸經常用到的捲角頁的食譜。給你，他說。蔬菜集會，你需要西紅柿、西葫蘆、洋蔥、大蒜、辣椒。該死，我們沒有辣椒。我們可以自己做，約瑟夫回答。用我們現有的食材。我們會加土豆，他們會讓你吃得很飽。好的，我們開始吧。他們開始徹底清洗蔬菜。羅曼使勁地擦洗胡蘿蔔，約瑟夫沖洗西紅柿，然後他們開始切菜。小心用刀，約瑟夫說。我知道，我動作很慢，羅曼回答，集中注意力。西紅柿多汁，西葫蘆爽脆，胡蘿蔔在他們的手指上留下了甜甜的香味。羅曼尼一邊切洋蔥一邊哭了一會兒，約瑟夫笑着遞給他一副泳鏡。這才是大廚的風格，他說。所有蔬菜都準備好後，他們在一個大煎鍋裡燒熱了一點油，金黃色的蒜香味飄進廚房，接着是洋蔥的香味。他們一點一點地把蔬菜放進去，用木著攪拌。聞起來已經很香了，羅曼尼說。還需要慢燉，約瑟夫補充道。爸爸說，秘訣在於耐心。燉蔬菜集會的時候，他們用從菜園裡摘的羅勒葉和幾個櫻桃番茄準備了一份小沙拉。甜點呢？羅曼尼問。草莓。菜園裡還剩一些，我去拿。約瑟夫衝了出去，羅曼尼拿出一小碗原味酸奶和一點蜂蜜。他們把草莓切好，放在酸奶上，淋上少許蜂蜜。好了，羅曼說，一道簡單的甜點，卻完美無缺。他們在露台上擺好了餐桌，鋪着格子桌布，一瓶清水，配着薄荷葉，還有給爸爸的滿滿一盤。約瑟夫把熱氣騰騰的蔬菜集會放在餐桌中央，
羅曼則把甜點放在一邊冷卻。爸爸來了，好奇地說道：我的廚子們，我感覺這裡有東西在煮。他坐了下來，被這精美的餐桌布置驚呆了。羅曼自豪地用桌子把蔬菜雜燴盛了上來，約瑟夫在旁邊放了一片鄉村麵包。爸爸嘗了第一口，停了下來，閉上了眼睛，然後非常認真地說：這真是太好吃了。孩子們如釋重負地大笑起來。我們用現有的資源湊合着吃，約瑟夫說，還有一點運氣，還有滿滿的愛，羅曼補充道。他們三人在藍天下用餐，周圍環繞着香草的芬芳和蟬鳴。爸爸吃了兩份蔬菜雜燴，說這是他很久以來吃過的最好的一餐。當他們開始享用甜點時，他笑着低聲說道：我的兩位廚師應該在花園指南上獲得一顆星。那天晚上，約瑟夫和羅曼明白了，一頓精心烹製的、利用大地饋贈的食材的飯菜，可以成為真正幸福的時刻。一個簡單卻珍貴的時刻。